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，我係佩文。以下內容取材自媒體拍案驚奇節目，文字發表於大紀元新聞網。央視諷刺習近平係黑幫老大，其實一定係故意。最近習近平脫稿講話，出現咗兩個地方唔應該發生口誤。習近平喺上海考察，排場係大大減縮。央視係省略咗習近平兩句好敏感嘅說話，就係中國夢託付俾年青人。4月29號，習近平去上海考察，喺公開嘅行程中，主要係去咗兩個地方。一個係上海人工智能大模型專業孵化同埋加速平台無速空間，另外一個係金磚國家嘅合作產物新開發銀行嘅總部。而習近平此行嘅主要目的係代表中共高層喺上海喊話表態，宣示係要跟美國對抗，妄圖係要建立另外一個中共領導嘅全球秩序，係以中共自認為拿手嘅 AI 新領域科技為前鋒，而去帶動科技自主研發，以上海為矽谷，總部係以上海嘅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建立新體系，試圖吸引世界南方各界，想以此對抗美元體系。中共黨媒特意搞出好大嘅排場嚟到營造中共對抗美國，好似形勢一片大好，虛假嘅宣傳氛圍。而習近平作為其中重要嘅演員，反而令到人們睇到最少嘅3點反常，就好似每一個人喺 happy 嘅盛大宴會上，突然之間鏡頭係捕捉到有一個人言而自得陪笑嘅同時，發現自己原來喺度飲悶酒，語帶感傷，甚至係被人捉弄，但係仍然要堅持到宴會散場，真係可憐亦都可悲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就仔細講一講呢3點嘅反常。首先，第一點，習近平喺上海嘅講話就好似發表係即將卸任嘅感言。4月29號，習近平首先去咗上海嘅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創新社區無速空間，呢個係象徵 AI 行業嘅前沿科技，號稱上下流就係上下游。黨媒報道話，2023年成立至今已經係有100多間嘅企業入駐，包括係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、上海科學智能研究院，所謂嘅戰略科技機構。喺呢一度，習近平對參與一場人工智能講座嘅年青人發表咗一番嘅講話。喺呢個短短嘅講話之中，習近平因為冇攞佢嘅小本本，出現咗2個好明顯嘅錯誤。第一點，習近平本來想講人工智能呢啲高技術係年青人嘅事業，但係佢講成為年青嘅事業，黨媒編輯就特意將錯就錯，喺文字報道中寫成人工智能係年青嘅事業，亦都係年青人嘅事業。而另外一點就係講到民族復興偉業，呢個本來就係習近平上台10幾年嚟老生常談嘅家常話，自己同埋媒體幾乎時時都係掛喺嘴邊。但係呢一次佢脫稿講話，好明顯差啲就漏咗後邊偉業2個字，凸顯咗中共領導嘅真實水平。呢個係習近平現場發言嘅2處點睛：第一係實現偉大嘅夢想，寄予希望喺年青人；第二係跑好歷史嘅接力棒。關於實現偉大嘅夢想，好明顯指嘅係中國夢，呢個係習近平統治嘅核心。雖然中國夢主要嘅內容係有2個嘅100年，但係習近平從來冇公開過實現中國夢係別人嘅事情，反而強調過呢個係自己嘅事。2017年嘅10月，習近平喺19大嘅報告中正式係將中國夢概念設定為2個100年嘅目標，係要喺2021年中共建黨100週年同埋2049年中共建政100週年嘅時候，分別要達成所謂嘅國家富強、民族振興同埋人民幸福。其實呢啲都係假話、大話同埋空話。習近平曾經嘅口號意思就係要將生態嘅問題喺自己嘅任期上解決。另外，再比如所謂嘅脫貧攻堅，習近平強調徹底消除絕對嘅貧困，唔會令貧困代際傳遞，甚至匆忙喺2021年開咗一個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，急切宣布已經消除咗絕對嘅貧困。但實際上，中國嘅民生依然係千瘡百孔。最明顯嘅就係習近平針對台灣嘅態度。
有消息傳出，習近平年輕嘅時代將收回台灣係視為己任，甚至因此仲被共產黨內部嘅一啲人視為優秀嘅接班人。喺提出中國夢之後，統一台灣更加係成為習近平中國夢嘅重點中嘅重點。最重要嘅一項，習近平從來冇講過要將希望係寄託於年輕人，相反，習近平親口講過，台灣統一嘅問題係唔能夠留俾下一代嘅中共領導人，所以實現偉大嘅夢想，寄希望於年輕人，絕對唔係習近平嘅本意。習近平喺上海講嘅呢一番話，結合佢目前權力劇烈縮水嘅情況，真係意味深長。4月21號，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嘅夫人何晶喺 Facebook 上轉發咗一篇文章，當中係直指習近平係黑幫老大。按照道理嚟講，經驗老道嘅黨媒編輯應該係非常之知情識趣，避免任何嘅相關暗示。而習近平喺上海訪問嘅期間，央視係偏要將習近平試戴一副黑色人工智能眼鏡嘅畫面搬上銀幕。網上嘅評價有唔少朋友形容呢個真係好似黑老大。另外，習近平喺上海無束空間講話嘅時候，對於每一個畫面都精雕細刻嘅央視，居然係將習近平同現場嘅一塊提前寫咗字嘅白板放到同一個畫面中，顯現出驚人嘅效果。本來白板嘅文字係下一代智能體嘅自主進化，結果習近平呢一檔白板上只係剩翻下一代自主進化呢7個字，帶有自動放權嘅意思。同2024年習近平去安徽六赤巷時，黨媒係暗用當地典故中嘅詩句「萬里長城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」嘅做法係如出一轍。第三個反常之處就係排場降級。2023年11月，習近平到上海訪問，排場係非常之大，先後係視察咗上海期貨交易所同埋上海科技創新成果展，仲召見咗長江經濟帶，一共係11個省級行政區嘅領導官員，係極盡尊榮。而家習近平係召開部分省區市座談會，官媒報道上海、浙江、湖北、廣東、四川、甘肅、內蒙領導發言。此外，習近平喺上海就係逛下科技館，到象徵大於實際意義嘅新開發銀行，見咗一班唔係好多人認識嘅老外，唔似領導訪問，更加係似退休旅行。本次嘅新視覺聽新聞就到呢一度，請記得訂閱點讚。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嘅 Patreon， 亦都請大家多多支持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！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鐘仔先，撐我哋撐真相啊嘛〜